水人有三衰六旺，我仲要衰到幾歲？究竟點解佢出世嗰時含住金鎖匙又點解我成間屋仲細過佢個坐廁又點解我次次買六合彩時中呢一個字係咪有出事出世害事？點解佢係我 boss 揸波子？我好多 cons 佢好多女士，同人同命同遮唔同病，19、8、7、6、5、4、3、2、1命二運三風水，四捨五入犯太歲，六六無窮都仲咁衰，七除八佢又90歲，10個光頭都唔同命水，人出唱片我出唱片，出到喺頒獎典禮裏面，鏡頭唔影呢邊，觀眾睇我唔見，我哋坐喺側田嘅側面側過側田，點樣先做到歌星？急急要律令，俾啲掌聲有請，拎出嚟又睇獎啦，農夫今年又攞獎啦，睇獎睇相，攞獎演唱，俾啲掌聲有請。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5、6歲，7、8年後生個女，90幾歲都仲未去，個個都唔同命水。人踢波時我又踢波，但係點解人哋踢皇馬我就踢南華？球迷唔多想睇，我又唔多矜貴，場場都以和為貴，打和仔，點樣先做到球星？急要律令，俾啲掌聲有請。我係屬豬嘅朋友，屬鼠嘅朋友，屬牛嘅朋友，屬老虎嘅朋友，屬蛇嘅朋友，屬馬嘅朋友，咁嘅12生肖嘅朋友點啊？嘅朋友睇獎睇相，急如律令，攞獎演唱。我一出世就識睇梅花易數，用咗20年羅間東南西北梗係分到，我掌又睇到，相又睇到，要 rap 都完全冇難度，鼻頭好有肉，內心就冇毒，眼睛水汪汪，桃花運暢旺，眉散，儲錢難，上唇口重情，下唇口比較重性。玲，我有嘢問下我嘅桃花運。師君好男人，過幾年就結婚。玲，我又要問我老婆係乜嘢人？陸永大情人，個老婆好銷魂。師傅答唔答得到？我第時做乜嘢好？師君問得好，最啱做寫稿佬。師傅上個面答我做咩字有錢？陸永要表演，最適合做幕前。玲，咪走住，農夫有咩要注意啊？師君多主意，陸永要做主持，羅間最緊要睇得啱，人哋點樣講你都好行。拎出嚟又睇獎啦，農夫今年又攞獎啦，睇獎睇相，攞獎演唱，俾啲掌聲有請。乖乖的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怪表情。曳的革命，別太過似樣，請刺激我是神經。虛構金幣，卜一聲打破規例，怕你太呆滯，封建的思想控制，奇人怪客快歸位，被大時代獎勵。就快要變做一個四邊形。曳的革命，用咒語法術挑戰這對萬年青。正確太無謂，今次跟斗膽敬禮，誰人叫你也不貴，在論壇上宣誓。
位仍然太細膽，快點位受罰。